亲朋友，福气来了，好好运通。因为老师感谢大家来收看的福气来节目，每当感恩，好我有健康的身体，老大家分享。讲到哈肩膀酸痛啦、肩头酸软啦、腰酸背痛，我假使我无力头做瑜伽，用个身呢，我今日动起来，好需要站起来当酸软，冇精神。好，没食太饱就会冇食饱。好，总之呢，就係今日無力頭做瑜伽咁樣嘅，就來少一點嚟做瑜伽，少一點來做釋放今日嘅疲勞。今日有看到玉梅老師帶下棒球，好，假使講知道棒球挺硬，你可以用網球較軟，好，咩有一個圓棍。假使講冇安尼木頭嘅，嘅安尼棍嘅咪好，你可以用安尼紙巾啊，安尼個安尼紙巾，也係個傳真紙，也係有個，反正所有嘅安尼圓形嘅東西哈，較硬嘅紙板嘅，好圓形嘅，也係塑膠嘅，好，你假使講知道講安尼挺硬，你可以用一個毛巾，好用下浴巾啊包起來，好，然後佢較軟，你就會知道較舒服。因為玉梅老師當你做運動啊，筋骨啊，腰啊、肩頭全部都當鬆軟啦。故所我用安尼硬嘅東西吼冇問題。然後呢，玉梅老師就衰下來，好先做肩頭、肩膀嘅嗰種放鬆嘅嗰種運動之後呢，然後用一些嘅時間來教大家用橋嘅，好，佢用安尼木頭來做釋放肩膀酸痛的動作哈。好，一下呢，就咁樣哈，衰下來，先做一下那個肩膀嘅放鬆的運動啊哈。好，一下衰下來，好，伊講咁樣變輕鬆啊，也數哈，數咁樣數張，彎曲變到呀。咁樣哈，水等嘢咪哈，咪可以用家下人坐墊的時候轉呀，好轉數張，好慢慢的吸氣。我記得咯，水等轉的好處呢，就係肩頭做得比較輕鬆，好肩頭比較輕鬆，較冇壓力。好慢慢的吸氣，吐氣。好，假使講兩隻手，腳咪可以按你交叉。交叉，不用享受，你可以單數。還記得冇？家下人坐墊家下，鬆幾時唄？最後玉梅老師教過大家坐墊來轉手肘手腕咩？好，慢慢的反方向，你可以單數。有冇要數張肩頭？好，可以轉，慢慢的不用享受。鄉親朋友，水墊來做哈，譬如講你要水木嘅。好，你知道數很軟咯，站起來，好，你就按呢轉啊，非常輕鬆。個彎片，吸氣，吐氣，記得咯，吐氣哦，吸氣，吐氣，不用鬆，放輕鬆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鄉親朋友，假使你睡到眠床上上睡木嘅，你又睡唔脫。哇！你都睡一隻羊哎，兩隻羊哎，你數羊數了50下100隻羊，還睡不着。好，你就算當到羊哎，還睡唔脫。你就玉梅老師教你就按呢，你心啊，你專注的心哈，你就不用到那個專注到那個手腕、手肘、肩膀，好按呢，轉圈圈呢，好，轉好氣，吸氣，來上來，好，吐氣。好，慢慢的，中央哦，安尼，面對人面床咩，也係面床。好，慢慢的爬上去。玉梅老師有一個學生嘅啊，佢係專門讓人打掃嘅清潔隊嘅。清潔隊呢，特別就係需要當出力。有一人呢，佢有一個插嘅安尼廣告紙。個廣告紙都天線斷檔哈，佢說按你印來，印擦，輸出佢高高，哈，就按你擦個東西啊，印擦，輸佢高高，就是按你起點嘅哈，我輸騎上來，假使講也係挨腳，係差不多天啦哈，起點咧，拿天線斷嘅東西，按你印來，一擦東西，
cái东西插好伊个，佢动起速动酸样啊，假数就不用下来，就不用轻松诶。结果呢，其他人讲老师啊，50间他突然好诶呢，佢要50间啊肩膀酸痛就好诶。我说你只要做反方向的动作，好，慢慢的、一日的做，其实会改善。好，呀迄动作啊哈，安尼做手腕、手肘，两个手腕嘛，迄都要还没可以安尼转，好，没安尼转。好，转好伊呢，好，呀哈，你家是迄无相转的话，好，玉美老师先用个呀圆形的木头，呀圆形的木头呢，不用多了，好，你看树哈越过来，不用多两个腋下呀，那个腋下跟后背哈有一个很多天中穴，好，这个个穴道哈会影响到那肩胛骨，你这不用多呀头吸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有时候呢，两个专注力呢，专注力就不用到肩头下背，你就吃到动酸软，好，你就慢慢的，就他本人按摩的头里同样，好，你手没可以不用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那你发头脑我还大咩？你就用呀手长的，安尼，各位呢，长好迄个，不用轻松迄个，长好迄个。好，你就停到迄，你知道讲我个酸软酸痛，你做得接受迄，你就安尼吼，安尼停痛啊，停痛一下，舒畅等下头脑无，安尼有无？累啊，你假使讲头脑动酸，你就安尼累啊，停痛啊，停痛啊，好，嗰个重心不用在后背安尼，前后前面后背，前面后背。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要用一个木头按摩，非常的好，动舒服。好，各位要转来，好，下来个呀，下按摩，我停痛一下，转一下，好，按摩都呀，要按手背呀，有冇哈？动容易受伤没？好，吐气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吸气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尤其嘅压数，停过来噶哈。好，慢慢的转来。好，个弯片hier，先按你头拿，不用落了。好，先按你强的。好，先左片右片。所以目前用两个木头，好，按你做按你伸展，没去动有帮助。好，个按弯片的哦。好，同样一片，转过来，一片，同样哦。安尼，后背一点，哎呦，动酸了，佮有一个很多天中穴，好，慢慢的按摩呀，吐气，好，一点后背呀，你讲高王好冇？高方穴呀，都要后背呀，安尼，你这停都要就有拉酸软呢，有拉酸痛呢，好，慢慢的停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转过来。哎呦，好，慢慢的转过来，停的哦，做乜嘅动作做要停的，好，转到呀，好，转到呀去，好，各位老娘头呐，个松啊，好，个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给肩头啊，各位个手背去动酸软嘢，你冇办法嘢啊，你这个冇办法做运动嘢，你就用安尼方式哈，然后帮忙哈疏解你压力，好，过来一下呢，用呀做过以后用球的没同样哦，你就不用转来，不用到人个肩胛骨下背，所以安尼同样动酸之错的啊，一只球的都后背，好，轻点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气味不用下背。好，也系你酸奶就不用奶，你酸呀就不用呀，安尼。你按摩没数哈，你看玉美老师的数，你按摩的时候没安尼轻，你不能按摩安尼揉，安尼按摩，有冇？安尼按摩的概念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用我身体各有一个球的，好，然后安尼。揉，好揉啊，不用轻松。假使你讲，试过老师啊头拿安尼动酸软，你可以不用一点枕头，好，不用一点枕头，差点按摩枕头迄个就用舒畅点，好，慢慢的揉一揉，
不用强松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吐气。你做安尼参，做迄个呢，你去甲安尼，好，木做塞起来去向书，好，去顺通，你讲啊，安子说感谢我去书顺通，好，因为我无人好好照顾，好，你做安尼，好，你们可以好躺下来，躺下来的时候，你看，气会不用了俩，好，你就对准那个肩胛骨的后背一点，好，对准去，好，慢慢的躺下来，好，轻到不用了俩，好，你数安尼，安尼。左右，一个气会当好用哦。你这标准两个骨缝跟骨缝中间，好，阿妹，揉压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气会没当好用，好，也还你可以按呢，按呢，好，屁股抬起来，按呢，前后挺同。好，非常的顺，好，顺过后又当舒服，好啊，慢慢的挺同啊，好，师傅抬起来哦，左右前后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好，吸气，好，乡亲朋友，看玉梅老师有动多的工具有冇？你看啊，安尼虽然录影啊，哈，带大家做运动，我安尼做按摩做过后，做一多天哦，你就会知道讲哦，规个安尼肩头松开来的。好，松开来。你做躺着松开来以后呢，你这样老娘身体好来做瑜伽动作哈。你看老娘拱背吐气，背拢拱起来，好拱背，好慢慢的吸气，来放起来，好慢慢的往后，各位10个手指头交叉，背扣好慢慢的吐气，同样哦，同样老娘的肩胛骨内扣。好，也玉梅老师放起来哈，放起来到搞大家做体现放起来就安尼，拱背，好吸气，拱背吸气，好打开来扩胸吐气，好，各位玉梅老师喊咧老太家讲，喊一个动重要的动作，要强样放起来去哈，要强样10个手指头交叉背扣安尼，好，背拢也全部集中淋巴气血不用落呀，好按摩也高方穴。各位慢慢的吐气，就打开来，挺多呀，挺多呀，好背扣，好慢慢的呼气，数，好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，好，乡亲朋友。动作动作啊，其实啦，你看起来都知道讲，啊，用知道按难用啊，其实唔会，一滴滴的做，一滴滴的做，做到哪算到哪，人能力到哪就做到哪，做唔得勉强，要做唔得超过人能力。好，你享受你做瑜伽，去享受人传统，啊，慢慢的进步。乡亲朋友，今日好好运动，好，做到了了，记得咯，数看以后都卡当日练习，安子说。多啦，係個當啦，嗬，另外咧，佢係要用嘅當地話，嗬，一條學咗起來做日本嘅人嘅沙拉。银杏它一黄的时候，它是整片变金黄色。我非常喜欢那个银杏，它那个好整片黄的那个感觉。大家切到會記得咯，撥起來咧，可以好好嘅講聲拜。